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龙。刚才呢，朋友打电话说他今天休息，要不要一起在他家吃个火锅？因为好长时间也没有见面了，也好长时间没有吃火锅了，所以说呢，正好赶上他今天休息。我今天呢也没有事儿，就准备去他家一起去吃个火锅。但是呢，我觉得空手去也不是特别好，然后呢就去楼下买了一瓶酒，跟前几天买的一样是洋酒，因为前几天买的是那个 XO。喝着觉得还不错，然后今天买了一瓶威士忌，看看这个威士忌跟 XO 的口味是不是一样。钟响起归家的信号，在他生命里，仿佛带点唏嘘。黑色肌肤给他的意义，是一生奉献。肤色斗争中，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。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，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，迎接光辉岁月，风雨中抱紧自由。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，自信可改变未来，问谁又能做到？